如何使用會員功能？第一部分，啟用會員功能。打開 Pass， 點擊左上角3條橫線，點擊設置，點擊功能。喺功能列表裏向下滑動，揾到會員系統同會員註冊並啟用。第二部分，會員註冊。返回主頁，點擊當前訂單裏嘅訪客，點擊客戶列表右上角嘅加按鈕，輸入會員註冊信息，點擊會員註冊即可，顯示 Register Success， 即代表註冊成功。第三部分，以會員身份購物。喺當前訂單中點擊訪客，喺客戶列表中搜尋會員名字，出現會員信息後點擊使用，即可使用該會員身份進行購物。系統亦會按照會員福利自動更新訂單。喺當前訂單中點擊會員身份，即可查看會員詳情，例如會員檔案、優惠券、積分兌換等。點擊下方嘅優惠券，可以選擇使用該會員擁有嘅優惠券。點擊兌換，可以使用該會員嘅積分兌換 Cash Dollar。